伫新竹县的竹北市，顶礼拜才有电动车因为路面出现一个大坑，规台车载落去的意外，想袂到同款伫咧竹北市有一个社区大楼的门口埕，2年前开始出现大大细细窟仔，有的这窟仔呢深度到1公尺遐深。民众也烦恼讲，这窟仔会愈来愈多，去影响到大楼结构。这社区的管委会也希望政府就要出面协助。草埔参步道之间竟然有一个大窟仔，佮看到地基已经海去啊！住在遮的民众对安全问题感觉真烦恼。你现在这个整个的平面都是往下陷，那左右两边都看得出来地基都是向下陷，那其实这些你看这地板其实都已经是断裂，这个尤其在这一段你就看很明显，这整个已经陷下去了。很多民众小朋友都会在这边玩，那造成了有公安的疑虑啦。竹北这个社区21层楼悬，各有5层的地下室，总共有240户。2当前门埕开始出现大大细细窟仔，住在社区的民众烦恼，万一若是土瓦继续流失去，恐惊会去影响到大楼的结构。去年有来维修一次，但是就是没有修复得很完善，那导致于现在整个绿园道从我们的整个社区的平面都是发生严重的坍塌的状况。我们已经排定在5月5号，我们会同消保官跟我们公务处的相关单位，我们会去做一个现场的一个勘查，然后了解之后呢，我们会来先针对这个问题的所在，然后请建商来出面，然后来再跟管委会来做一个协调。最近几年，竹北市因为科学园区以及城市发展的关系，厝价是愈来愈悬。只是地基一再出现意外事件，民众讲，政府应该要对地质状况进行彻底的调查。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